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7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制的第134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34天，也是入土为安第一天，他终于物理消失了。今天也是穆杰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34天。就在这第134天，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又峰回路转，因为特朗普他发了一个帖子，宣布说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请求，我们继续进行谈判，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但美国已向他们明确表示，就是毫不含糊地指出，停火已经结束，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咱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反正在他们那办丧事期间吃大席，对不对？白事这要吃大席的5000多万只，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双方摩擦不断。先是卫队袭击3艘走霍尔木兹海峡南线，就是阿曼那一侧的这个油轮，那美军就报复，美军一报复，伊朗也反过来一个报复，双方你来我往，互炸。当然了，按照双方的报道，那肯定是美军占了便宜，伊朗发射了10来枚导弹，打到哪儿也不知道。但是美军可是着实炸了他170多处，我看报道就是伊朗的170多处的这个目标，也就是伊朗这2个月在那偷偷摸摸攒了一些家底，这次又让美国人给端了，就这个意思。那针对特朗普说伊朗请求进行谈判，那伊朗方面断然否决，这是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日表示，这特朗普撒谎成精，撒谎已经习惯了，他就这意思。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大哥要面子，大哥要面子，二哥也要面子，不对，三弟也要面子。你以为三弟不要面子是吗？所以三弟不承认，说你特朗普胡说八道，说三弟说伊朗请求谈判，没有那事。虽然伊朗没有请求谈判，但是斡旋方到伊朗这的访问，我们还是欢迎的。那不谈判吗？无非就是伊朗人不跟美国人直接见面，要通过中间方来传话。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叫习惯性违约，叫习惯性撒谎。巴加埃说，以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在这份共14条的备忘录中，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特朗普已经说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你还扯什么谅解备忘录违反，这就没什么好说的。那特朗普说的还是没错，应一方要求这个不一定，但是双方愿意谈判这是事实。伊朗也没否认，无非就是不直接跟美方直接谈。特朗普还威胁，如果伊朗再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打击将更加严厉，更加残酷。最主要的是，美国给伊朗下了最后通牒，当然这个最后通牒也下了很多次了，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也不知道。美国给伊朗下达24小时最后通牒，什么最后通牒？就是要求伊朗公开声明停止向船只开火，并明确承认自己搞砸了。美国同时补充称，伊朗必须表示海峡内所有航道将保持畅通且免费通行。美方官员警告称，若伊朗拒绝将面临严厉后果，并称如果明天他们不改变立场，那对他们来说将不会是美好的一天。也就是特朗普已经说了，停火协议已经没了，那就是说他随时会动手，随时会炸。停火协议已经保护不了伊朗了，而且美国要求伊朗你自己发声明，说不会向船只开火，承认自己搞砸了，而且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免费通行，让伊朗自己发公告承认声明，给他24小时。那你说伊朗他怎么声明这玩意儿？伊朗正在争夺这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伊朗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主权管辖之下，所有通行船只必须经由伊朗批准的北部航线，且每次通行都将收取费用。北部航线就是伊朗那一侧的，这个有点他的理想过于丰满，而现实也过于残酷。你怎么能要求人家都必须走你那一侧，人家走阿曼这一侧他就打？那你说没这道理。所以说这伊朗他是自找的，就连二哥也没办法帮他说话呀。二哥驻伊朗的外交大使已经说了，大家看那个视频，人家说了就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要自由通行，
那意思就是不要收费，而且是自由通行。但是二哥也勉强帮伊朗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当然，伊朗方面的关切，伊朗的利益，我们也给予理解。这意思，你想收钱是吧？你想拦路收费，我们能理解。但是理解什么意思啊？但是不支持。我能理解你想要这钱，我也能理解你想加薪，你想工资涨1倍，但是加不了，就这意思啊。特朗普说，斡旋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官员7月8日与美国及伊朗的官员进行了多次通话，希望使局势稳定下来。报道指出，尽管以美不久前互相打击，斡旋方仍相信，在此前的谈判期间就核问题取得了进展。此外，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打击由国内反对以美谅解备忘录的势力挑起。这个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什么这么着急上杆子呢？处理不讨好。实际上，这个还真跟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密切相关。我看了一下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实际上它没有天然气，它缺廉价天然气。巴基斯坦的天然气都是从卡塔尔有天然气，而且卡塔尔向大国订了4艘还是多少艘专门用天然气的大罐子特种船，9亿美金刚下订单。卡塔尔一次要订4艘这样的船，这个船就是用来运天然气的。现在巴基斯坦的天然气就主要靠卡塔尔，但是现在卡塔尔它天然气运不出来，就被那霍尔木兹海峡给卡住了。所以巴基斯坦非常没有廉价的天然气用，巴基斯坦能源也出问题，所以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他们比较善心，跟这也有关系。美国的财政部继续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伊朗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一名关键资金支持者，也就是穆杰塔巴的金主，以及另外13个个人实体。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此前，安萨里因涉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实体提供资金而遭到英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说，美国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切断支撑伊朗统治精英的金融命脉。通过打击这些网络，美国直接阻断了伊朗政权获取外汇和进行国际金融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不仅没有给伊朗解冻资金，还进一步的制裁冻结了伊朗的资产。你就这意思。特朗普这一招还是很狠的，捏着毛拉脖子的这个手，他并没有松开。那接下来就要讲一讲这个传言，现在网上都是在传言伊朗人要暗杀特朗普。西方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曾与美国方面分享情报，称伊朗方面据称计划对特朗普实施刺杀。昨天咱们也说了，特朗普突然从土耳其的安卡拉他换飞机，原来的卡塔尔送他那个豪华的价值4个亿美金的这个新飞机突然不做了，改做旧的空军1号，还说把那个新飞机留给当地的那美国驻军参观，让他们见识。实际上，根据媒体进一步报道，是以色列方面透露说，卡塔尔的新飞机有问题，有瑕疵，有这个叫什么漏洞，它还没有装军用级的什么防导弹诱饵，以及防什么电子干扰，军用级的这些漏洞很容易被人利用。特朗普在飞机上有记者问他说，听说这个伊朗人正在暗杀你。特朗普他就说了一大堆，说我不仅暗杀我还在他们的名单排第1个。他说，但是他说那特朗普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办法，要是暗杀，他说我们一起都完蛋。那意思是，那就是飞机要掉下来是吧？那大家都完蛋。特朗普还说你要不你等你下了飞机，你考虑一下换个职业。你要当记者，你老是跟着特朗普后面跑，人家肯定是导弹袭击专机，你在飞机上这一样的也被暗杀了。你就在飞机上玩那个什么击鼓传手雷的游戏，普里戈金不就这样，对不对？所以说特朗普就劝着记者说，要不你下了飞机以后考虑改行吧。记者这活也挺危险，是吧？跟着特朗普后面跑。但是特朗普说，他告诉那个记者《纽约时报》，他说他已经留下指示，如果伊朗成功暗杀他，那么美国就会彻底轰炸他们，让他们见识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色列情报部门近期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称掌握了伊朗正计划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一项全新且具体的刺杀阴谋。对此，驻耶路撒冷记者
叫诺加塔诺波尔斯基在连线中指出，尽管美方此前已持续收到类似情报，但此次情报的精确度可能更高。相较于威胁本身，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官员选择在美伊临时协议即将瓦解、美以关系出现微妙紧张的关键节点，将该消息泄露给媒体。外界舆论担忧，这一动作不排除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或美国国内共和党鹰派，就是强硬派势力，比如说这个卢比奥，为了延续对伊军事打击，加剧美伊敌对状态而进行的政策操弄。目前局势正处于全面战争与全面停火之间的灰色地带，该情报的真伪与背后的政治动机依然错综复杂。但是这个媒体他认为，这是不是以色列人故意的挑拨特朗普和伊朗的关系？特朗普和伊朗关系本来已经够糟的了，你还一挑拨，特朗普怒火中烧，是不是？有可能就变成全面打击伊朗。但是我认为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我认为伊朗现在强硬派暗杀特朗普，他这个是存在的。为什么？这就是叫打不死的小强。你既然你灭不了我，你把我们领袖哈梅内伊什么一大票人是吧，40-50人一次给送走了，那人家报复是没毛病的，一定是这个仇啊，复仇。你想人家毛拉对不对，动不动升黑旗的，人家现在黑旗升不了，三弟不要面子吗？三弟以后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连正义联盟到时候都看不起他们，你这么大仇你都不报是吧？在正义联盟圈子里面也不好混，正义联盟圈子也是有鄙视链的。不要以为这个正义联盟都有鄙视链的，那你是狼子，以后说话不硬气。所以说他们强硬派一定有复仇的愿望和具体的实施。为什么？底线就是反正你怎么打也没把我打死，你炸了这么多天我也没咋地，你还能怎么着？如果把你这个总统给干掉了，那以后在正义联盟里面那绝对是横着走，都得管我叫声大哥。国内的盘盘们那是何等的鼓舞士气兴奋。所以我觉得伊朗的强硬派他是有这个需求，他不在乎，那你炸呗，你打呗。特朗普说会对这个伊朗进行什么史无前例的轰炸什么之类的，你还能怎么着？你扔煤气罐是吗？煤气罐可不敢扔，你顶多是派地面部队，你打呗。那我们山上打游击不就这样吗？所以说强硬派的他就这个路子。当然了，说归说，想法是好的，可惜现实很骨感。为什么？狼子要想刺杀特朗普这个很难，没那么容易。这次特朗普在安卡拉，伊朗人家说了，为了不想连累土耳其，所以才没下手，否则我们的导弹就把安卡拉给覆盖了，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让你来吃席，为哈梅内伊报仇。哈梅内伊不就是开会的时候走的吗？让你们也是开会的时候走，对吧？这个咱们就扯平。但是考虑到跟土耳其兄弟般的关系，不想连累他们，所以说就让特朗普侥幸躲过一劫。特朗普以后你坐飞机，你的专机你离伊朗领土远一点，伊朗的导弹它能打个1000多公里、2000公里，你就注点意，别让人家够着了。刺杀特朗普的心是有的，胆儿也是有的，可惜能力不够，这就是我的结论。他实力达不到，但是他决心和胆量都是有的。千万不要以为毛拉的强硬派没这个胆子，没这个决心，不要这么认为。但是我看有媒体分析，这个刺杀特朗普这背后有俄罗斯的影子。华尔街和华盛顿在流传，伊朗将特朗普列入了暗杀名单，背后极有可能有俄罗斯的影子。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3次提到自己是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捕获的情报精准预警特朗普专机的硬件硬伤，逼得特朗普连夜换飞机逃离土耳其。由于新飞机仓促改装，根本没有配备军用级的防空导弹诱饵和电子对抗系统。离开安卡拉时，特勤局强行让特朗普抛弃了那架造价4亿美金、安卡拉卡塔尔赠送的豪华新专机，秘密改乘老旧的空军1号，甚至要求拉下这关联，关闭应答器。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内部在私下讨论中，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命名为“狠狠一记耳光行动”。这个名字跟咱们节目里面经常说的是吧？一记耳光。特朗普居然把他下一个对伊朗的打击军事行动从改了不叫大铁锤了，大铁锤没实施吗？变成小铁锤，对不对？现在改成叫狠狠一记耳光，可见特朗普这个心态已经被破坏了。你看本来叫大铁锤，这就是没有心态，对不对？大铁锤没有心态，这就是锤呗，一顿砸。
现在改成叫狠狠一记耳光，这不就是带情绪了吗？破防了，特朗普确实被朗子谈判给搞得没脾气，破防。所以这个下一轮军事行动名字叫狠狠一记耳光。报道称，美军打击行动会持续至必要之时，直至伊朗方面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的船只。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取得军事层面的胜利，但仍准备采取强硬手段，包括实施封锁，打击相关基础设施。根据美国媒体独家卫星图像曝光，说伊朗正在重建多处核设施。美国媒体从文拓卫星公司获取的独家卫星图像显示，有迹象表明伊朗正着手重建境内的核设施。该媒体影像核查团队发现，6月末至7月初，伊朗全国多处核设施与导弹基地出现新施工活动。核设施的相关动向尤为引人质疑。德黑兰方面是否违背了6月17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数周前，应美国政府要求，多家卫星影像服务商封锁了该区域卫星图像调取权限，直至相关限制短暂放宽，才得以完成影像分析。随着美军重启军事行动，部分影像调取限制现已再度生效。也就是根据这个卫星的影像发现，伊朗正在恢复它的核设施和它的一些导弹发射基地。这都是伊朗的强硬派在干的事，好不容易拿来了一点钱，立马就干这事。为什么这么说？根据媒体报道，确实伊朗内斗已经公开化、白热化，群龙无首，谁也不听谁的。这个新的领袖哈梅内伊神隐到现在不露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就不把他当回事了。你想，他如果一直不露面，他的权威，他的那个疑点就没了。这正义联盟这种体制都是这种现象，领袖他不露面，如果长期不露面，那对他的权力那是灭顶之灾。你看这个穆吉塔巴，他本来权势就不稳固，结果这么长时间不露面，所以他下面叫群龙无首。这个和我们以前分析的一模一样，只要手上拿枪的，这个都形成军阀。这就和东汉末年是一样的，拿枪的说了算，而且拿枪的也是谁也不听谁的。你不要以为你是卫队司令，你就能叫得动管海峡这一块的。但是谁手上有枪，谁实力大，谁说了算，这叫军阀割据。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今天媒体报道，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告诉华盛顿，最近发生的针对韩运的袭击来自其系统中的一个失误。什么意思？路透社报道的系统内部的一个失控部分，说伊朗告知美国最近在海峡针对商船放导弹、放无人机，是其系统内部一个失控部分。翻译成通俗的说法，就是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些军阀不听指挥，就这么简单。我给你翻译一下，已经违抗上级命令，不听指挥了。你什么卫队的司令也叫不动他，什么海军司令你也叫不动他，人家已经自己在支配自己，穆吉塔你也不好使了。所以伊朗政府就告诉特朗普，这是误会，打击商船的这是这些反叛势力，或者叫什么军事割据势力，我们内部处理，就这意思。我们回去好好处理它，把这事情搞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特朗普你跟川西庄的谈判，你再谈有什么用？耽误时间。你谈完了之后，川西庄你搞不定那些卫队，你就是搞定卫队司令，那司令还搞不定下面的，对不对？谁手上有兵多、武器多、装备多，谁就说了算。你就卫队的司令也不一定好使。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日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也就是这个伊朗恐怕随时要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但是伊朗也说了，部分伊朗媒体援引接近伊朗官员的消息人士称，如果伊朗探测到任何表明以色列即将发动袭击的动向，伊朗将在以色列动手之前发动毁灭性先发制人打击。这种说法以前这说的太多了，毁灭性先发制人的打击，最后都是挨打挨揍。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就是毛拉呀。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7月10号，它一篇报道叫轰炸不断，伊朗最高领袖持续隐身，
看看这个官媒他是怎么介绍伊朗的。当地时间7月9日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安葬在家乡马什哈德。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了安葬仪式，第三子马苏德与第四子梅萨姆也再次出现在现场。此前一周，伊朗和伊拉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而哈梅内伊的次子和继任者穆吉塔巴因面临以色列的死亡威胁，缺席了所有的公开仪式，未能送父亲最后一程。穆吉塔巴2月底导致父母和妻子遇难的那次空袭中负伤，在战火中完成生死交班后，他领导下的伊朗似乎决意不向美国让步。葬礼期间，伊朗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至少3个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最新一轮升级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美方建议船舶沿阿曼海湾航行，绕开伊朗的水域，而德黑兰则希望维持对海峡的战略控制。伊朗科学研究与中东战略研究中心的波斯湾研究组主任叫贾瓦德·海兰尼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黑兰似乎愿意为此承受战争的代价，就是为了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不惜发动战争，不惧被美国炸，就这意思。在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对美以的打击仅做象征性的回击；在穆吉塔巴时代，伊朗采用完全相反的策略，对每一次偏离协议的举动都进行报复。随着哈梅内伊入土，他在处理与美国冲突时所持有的克制似乎也一并被埋葬了。这说法不对，也就是实际上是哈梅内伊穆吉塔巴他能不能控制伊朗，这都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7月的第一个周末，在一场由伊朗高级官员和外国政要出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及其家族成员的灵柩被移至户外，向公众开放瞻仰。停灵的场所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本身就是伊朗与西方多年冲突的象征，工程进度因为外部制裁延缓，历时40年建设仍未完工，大片区域仍覆盖着防水布。就是这个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居然建设了40年还没建完呢。这个据称可容纳3万人的建筑群，在黎明前就已经挤满了人，要求对美国和以色列展开复仇的呐喊不时响起。穆吉塔巴的3个兄弟出现在7月5日的祈祷仪式上，在教室诵念祷文时，排行第3的马苏德笑然泪下，并用库菲亚头巾擦拭眼泪。这种黑白格纹头巾在伊朗象征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是一名神职人员，在库姆神学院任教，3子马舒德和4子梅萨姆则负责整理出版父亲的著作。长期处于权力中枢的是缺席葬礼的次子穆吉塔巴，他曾在最高领袖办公室协调情报和安全事务，并在多个政策领域向哈梅内伊提供建议。4个儿子之中，穆吉塔巴被视为与父亲最为相似的一个，两人不仅政治思想相近，也有相似的个人趣味，都钟爱戏剧、阅读和音乐。穆吉塔巴在父亲去世8天后被选为新任最高领袖。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以色列国防情报局研究与分析处伊朗分部负责人希特里诺维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美以不发动这场战争，而是继续极限施压，伊朗本可能会在哈梅内伊之后选择某个更温和的人物。但在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眼中，保证政权连续性的唯一方式就是推举穆吉塔巴。他就是穆吉塔巴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烈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伊朗使用武力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希特里诺维茨指出，哈梅内伊过去在动用火箭弹和导弹方面非常谨慎，并且高度依赖代理人武装，而现在伊朗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来保护自己在黎巴嫩的战略资产。你这不就乱扯吗？你这哈梅内伊都被人送走了，你不用导弹用什么？人家把哈梅内伊都送走了，把伊朗这德黑兰都炸成那样了，你当然用导弹无人机反击，这怎么就表示穆吉塔巴英勇呢？穆吉塔巴如果英勇，他应该这就不要谈判，就是要复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才叫强硬。你现在跟杀父仇人在那儿眉来眼去的谈判，是不是？你这还叫强硬？所以这就胡说八道。除了穆吉塔巴的兄弟外，伊朗政治、军事和司法系统的要员悉数出席了葬礼。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空军司令莫萨维以及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公开现身，这在战争初期是不可想象的。高层集体露面显示，伊朗方面似乎获得了某种安全保证。没错，特朗普已经保证了不炸他们。不过风险并未完全消失，以色列是否会单独制造事端，仍是伊朗最担心的变量。伊朗国战开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公开对穆吉塔巴发出死亡威胁。按照传统，穆吉塔巴应该在父亲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祈祷，并以新任最高领袖的身份发表讲话。但在战争爆发后，他由于健康和安全原因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仅以书面声明对外发声。伊朗官员承认穆吉塔巴在2月底的空袭中受伤，但否认他面部毁容或截肢。伊朗科学研究与中东战略研究中心的尼亚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40天战争结束后，伊朗政权内部围绕谈判的分歧正在扩大。伊朗一直存在激烈的派系竞争，随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影响力在战争中持续上升，以及传统上支持改革派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远离选举政治，如今主要竞争在保守阵营内部展开，与前述反对谈判的强硬派相对，是更为务实的一派。他们主张伊朗必须与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以缓解国家危机。据媒体报道，穆吉塔巴几乎不用电子设备与外界联络，只与能当面见到的人接触，或通过信使传话。这种隐身策略至今仍让美以情报部门难以确认他具体位置。但美国方面评估认为，穆吉塔巴越来越活跃，参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海兰尼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一些伊朗经济专家认为，封锁造成的损失甚至超过了40天战争的本身。在佩泽西奇扬政府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加埃姆帕纳赫做出了十分大胆的表态。什么表态啊？他最近表示，最高领袖的观点应由国家机构进行讨论，而不应被视为最终命令。什么意思啊？最高领袖的指示也得先讨论，讨论完了之后才能要么执行，要么驳回。这皇帝的圣旨也还得有人同意，就这意思。如果我们只是要执行最高领袖的意见，那为什么还要有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你看，这是公开分裂了。就是穆吉塔巴他的权威，这至少是遭到这个总统这边的人的质疑。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你还要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要议会干什么呢？他一个人说了算不就完了呗？什么东西都交给他呗，是吧？反正正义联盟是吧？都会遭到这样的质疑。有分析指出，哈梅内伊执政时对伊朗重大政策拥有决定性权威，这样的表态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穆吉塔巴的权势是越来越弱的，各方都在向穆吉塔巴发起挑战，对吧？连总统佩泽西奇扬下面也开始挑战，就是你领袖不能说了算。那你说你要这样，穆吉塔巴还怎么弄？所以我说，穆吉塔巴只要他越晚一天出来，他的权威他就越损失一点，越晚他的权威越小，再不出来以后恐怕出不来了，就这么个局面。你看，连没有权力的佩泽西奇都开始质疑穆吉塔巴的权威，对吧？你说的有什么用呢？不能搞一言堂，就这意思啊。所以伊朗现在不仅要面对特朗普这边的高压，还要面对国内自己内部的各种派系斗争、各种矛盾。最终如果特朗普能够采取这个措施得当，这猫拉恐怕是干不长。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